小聪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那什么，我在哪儿都能见到你，说明我们真的是很有缘分。我一看到你就会特别的安心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说你疯了呗？你没疯，你不信你摸摸，你摸摸看，没听到。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怎么搞的？对，快点来接我！我现在真的是1分钟都待不下去。怎么？要走啊？好聪明，你可别忘了那些跟踪你的人。跟踪，那也比跟你这个变态在一块强。站住！你这是想违约吗？你可想好了，违约造成的后果，你承担得起吗？承担不起，那也比跟你这个双面渣男在一块的好。而且这一次是你违约，就算有什么后果，也应该是你这个渣男来承担。我违约？这个上面的证据我备份了2份，而且发了1份给韩毅。这回就算你有什么花招，我也不会怕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没有一点记忆？石总，这枚钻戒的确跟池氏的祖传的戒指是一模一样的。还给他。该问的都问了吗？没有。那怎么放人走了呢？用不用派人跟着？不用。可是万一如果出了什么差错的话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去吧。这是季秘书让我交换给你的，谢谢。韩毅，你快点来啊！这荒山野岭的，很危险的。原来你早就跟踪金贵他的手机了，怪不得你们着急呢。咱们的人已经在下个路口等好了，等他上了他朋友的车，就让他们跟上去。我在。美女，上车吗？我有人接了。谁接你？上来，快点，走，下去。怎么？怎么不动了？是不是出问题了？不可能啊！他才离开10分钟，能出什么问题？宋秘书，你赶紧给季秘书打电话，让他带人过去。是，马上办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了。石总，金贵他们已经追过去了。他们走了哪条路？他们看到一辆可疑的车正往城外开，想必是往城外追了吧？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往城内路线看一下。这种时候不能放弃任何线索。糟了，老大，我们好像被盯上了！别叫，
加速快！干什么呢？这孙子不会犯病了吧？带走，走。走。迟墨这次又玩什么呀？捆绑啊！一天天穿成这样。费尽心思啊，小妞儿，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。说吧，当年这场车祸，你到底看没看见那个公文包？爸，原来关键是那个包。那个公文包是爸爸平时形影不离的，莫非那个包里装了什么秘密，才引起那场车祸？老大，嘴还堵着呢。说，到底看没看见那公文包？嗯？喂，你们几个，快点把它放了。什么？臭小子！聪明，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。什么？不怕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走！啊，你怎么了，曲梦？走。醒醒！人呢？不知道，大哥。到手的肥肉不能就这么没了。
分头追，走。你没事吧？脚崴了，我看看。真倒霉！如果是韩毅，还能让他背我一下。这个迟大爷嘛，算了，他们还在后面追，我们赶快走吧。我们之间有约法30条的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想干什么？左转，再右转，岔路口，没有岔路口啊。哎，你这个导航不行，要用指南针。哎，这指南针为什么一直在闪啊？哎，这怎么用啊？是不是要放平啊？那我只能放地上了。这怎么还在动啊？这怎么用啊？那边是南。哪边？切，我读书上，你别逗我。看见没有？那个是北斗七星，那边是北。分辨方向是要看斗柄的，斗柄朝南，天下皆下。现在这里是盛夏。嘿，那颗叫什么啊？玉衡。哎，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，你喜欢天文啊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你以为我想离你近啊？你这个人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？石梦，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？好饿，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这么饿过。现在就是给我一头牛，我都可以整个全部吃掉。喂，池大爷，你又生气啦？这路上都生气多少次了？哎，有的吃的，有的吃了，桃子哎。来，你一个我一个。这不算偷的，那你看，我放了钱在上面的。很甜，吃吧吃吧。石梦，你怎么了？石梦，你醒醒啊！
都缴过费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池氏集团的老板桃子过敏，所以我这个热心肠的路人就把他送过来了。放心，你垫付的医药费他会双倍给你报销的。池氏集团老板，你是说屋子里的人是池墨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池墨的消息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不枉我半夜匆匆跑过来。我先去打个电话。可以下报。这个人怎么几天不见，越来越神神叨叨？这世上竟然还有人对这么可爱的水果过敏。池墨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？此生被惩罚不能吃桃子。最近这么多异常，也许我的确应该找个医生好好看看。根据精神鉴定的结果显示，你可能患有解离性同一性障碍。说具体点儿。解离性同一性障碍就是通常所说的多重人格，患者多数遭受过巨大的创伤，比如长期受虐待，或者遭受了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。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。人体就像一部机器，当心理无法承受痛苦时，自我保护系统就会开启，会幻想出来一个人替自己分担痛苦，而幻想出来的这个人就是受害者的亚人格，也相当于一个身体里边居住了2个不同的灵魂。这话怎么说？你体内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人格。可是我的家族中没有人有精神病史。这跟精神病没有关系。我知道世界上突然接受这样的现实，一时有些困难。照目前情况来看，你所分裂出来的这个亚人格并不具备攻击性。最近你的身体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？没有。亚人格与核心人格之间没有联系的话，作为核心人格的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感受不到它的存在，而它却能感受到我的存在？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，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影响到它。但它并没有介入你的生活，它把自己也隐藏得很好。看来它并不想打扰你，只是想替你分担痛苦罢了。你刚才说那么多，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参考性。是这样。其实你并不用太过于担心，双重人格不见得就是个坏事儿。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生活压抑状态，那么身体会急需一个宣泄口。这个时候，双重人格的出现可以帮你缓解身体所承受不了的压力，反而对身体来讲是一种治愈。池先生可以借这个契机进行一次自我治愈。如果池先生需要帮助，随时来找我。无稽之谈。郑小姐喜欢在这个咖啡厅喝咖啡啊？废话少说，我东西呢？哦，东西带了。最近我可是早出晚归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啊。这就是第三者啊？准确意义上也不算第三者，毕竟池先生目前是单身。你就查到这些啊？
看来你这个无所不能，也就这样了。池先生平时为人谨慎，我能查到这些已经相当不容易了，好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把这个事情查得水落石出。哼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你给我量身定做的旧情难忘套餐，现在开始启动吧。我到了，钥匙在哪？钥匙放在了门外地毯下边。别墅里边的佣人今天休假1天。对了，千万不要弄乱屋里的陈设。还有，别跟任何人说是我帮你进来的。你们听好了，不准乱动这里的任何摆设。是，大小姐。对不起了，表弟，谁让宝珠是姨妈看中的媳妇呢？今晚在这里能看到狮子座最绚烂的流星雨，就和3年前那样。作为核心人格的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，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影响到它。世界上另外一个我吗？你体内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人格。另一种人格，这一定不是真的。宋总督，什么事儿？石总，郑小姐可能去你那边了，请你做好心理准备。谁让她过去的？对于她来说，也不是什么难题。就是希望你能注意一下态度，别为难她。还有，姨妈提了一下，要我说，郑小姐从小娇生惯养的，能做到这个份上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石墨，你回来啦？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只想亲手为你做一次饭，来弥补我当年从来没有为你下过厨的遗憾。怎么样，惊喜吗？郑宝珠，惊喜没有，惊吓倒是有很多。你还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吗？为自己喜欢的人做饭是一种幸福。我当时没有体会过，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。石墨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天天做给你吃。郑宝珠，你不要再演戏了，因为你说的这些我根本不记得。